喺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之際咧，我哋中國隔離嘅印度啊，亦都迎來咗咧普京訪印啊。而印度一啲別有用心嘅媒體咧，就專登問問題嚟到考一考下普京，兼且啊嚟留難下佢嘅，就問到普京點樣喺中國同埋印度之間咧嚟到攞到平衡。而普京嘅回答真係值得某啲國家咧嚟到認真學習㗎。咁喺影片開始之前，都想通知翻大家，喺12月13日，即是星期六，我哋會有一個惠州睇樓團，咁啊即日來回嘅。屆時我哋就會參觀一個惠州林森嘅樓盤。咁呢個樓盤咧，除咗有洋房之外，仲有呢個別墅㗎。而且呢個樓盤咧係起喺深圳同惠州中間，佢嘅一部分位置咧係喺深圳之內㗎。咁我哋團費只需要咧係98蚊，咁就包車包餐。由我哋香港尖沙咀嘅中港城出發，就送翻大家咧翻嚟尖沙咀嘅中港城。大家如果要報名，就 WhatsApp 我大眼93483961。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眼。喺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之際咧，印度亦都迎來咗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就係俄羅斯總統普京啦。咁而家就適逢俄羅斯同埋印度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嘅25週年，普京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咧，都非常之合情合理嘅。無論兩個國家喺外交上，又或者經貿合作上，都係互相需要大家噶。嗱，就好似俄羅斯咁樣啦。自從俄烏衝突以嚟，美國帶領嘅西方國家咧，就不停咁樣喺度孤立俄羅斯。咁俄羅斯喺呢個時候對其他國家進行訪問咧，亦都可以打破俾西方世界孤立嘅局面㗎。更何況俄羅斯俾西方國家制裁之時咧，佢哋係靠賣天然氣同石油為生噶嘛。咁當然要揾啲買家翻嚟啦。而印度同埋我哋中國咧，就喺呢個俄烏衝突之後，仍然會購買大量嘅俄羅斯能源嘅國家嚟嘅。所以對於俄羅斯嚟講咧，要保障佢哋能源出口係十分之重要㗎。而雖然印度購買咁大量嘅俄羅斯石油，但係佢哋都想咧趁住買石油之時咧，同俄羅斯傾下，睇有啲乜嘢印度嘅商品係可以打入呢個俄羅斯嘅市場，藉此就嚟到縮小翻咧嗰個貿易嘅逆差。而且石油嘅呢個問題上面咧，印度仔咧亦都係有好大嘅需求㗎。不過呢個世界上面咧有一個國家就非常之雙重標準嘅，就係美國。嗱，佢一方面咧就施壓印度，唔俾佢買俄羅斯嘅石油。其實唔單止係印度㗎，佢都向我哋中國施壓，唔俾我哋去買呢個俄羅斯嘅石油㗎。就好似普京都話啦，美國唔准印度買俄羅斯嘅石油，但係點解美國就可以，而印度唔得呢？嗱，其實咧美國並唔係話買俄羅斯嘅石油啊，因為佢哋對俄羅斯嘅石油進行咗制裁，所以美國係絕對唔會買俄羅斯嘅石油㗎。但係美國嘅核能上面需要用到核燃料嚟到發電，偏偏美國咧就冇限制到自己唔去買呢個俄羅斯嘅核燃料喎，因為佢哋有需求啊嘛，佢哋要發展啊嘛，所以咁就非常之雙重標準啦。而印度仔咧當然就唔會聽晒美國佬講啦，因為本來印度仔咧都係超級長頭草嚟㗎，佢哋喺呢個世界上面嘅生存辦法咧就係要做一棵超級長頭草，總之邊度有利益咧就向邊度搖擺。雖然美國施加俾佢哋嘅壓力，令到印度仔呢2個月咧真係買少咗好多俄羅斯嘅石油㗎啦。只不過咧有一樣嘢，印度仔係好需要俄羅斯㗎，呢個就係軍備啦。因為對於印度仔嚟講咧，2025年係佢哋一個出醜嘅年份。年中嘅時候，嗰場嘅印巴空戰雖然規模唔大，但係傷害性咧係極高㗎。雖然佢哋嘅裝備來自世界各地，我哋統稱一句叫做萬國牌，但係偏偏喺打呢個空戰當中，就俾佢哋嘅死對頭巴基斯坦用佢哋印度仔嘅頭號假想敵，即是我哋中國所製造出嚟嘅軍備去到擊敗。好啦，諗住過幾個月件事情咧丟淡咗，趁住杜拜航展攞佢哋印度嗰部所謂嘅自製嘅光輝戰鬥機出嚟演下嘢啦。點知現場直播咧又炒車喎，所以印度仔都急於去到改善佢哋嘅軍備㗎。咁現時印度有超過一半嘅武器都係俄製㗎，而且喺針對打空戰嘅系統上面
印度仔覺得佢哋唔可以再靠佢哋手上面嘅嗰堆所謂嘅戰鬥機，即係例如有啲咩法國陣風啊、光輝啊，甚至乎咧係美國仔嘅 F-16。咁如果印度仔想提升佢哋嘅空戰能力，佢有咩選擇呢？唔通問美國佬攞佢哋嘅隱形戰鬥機？但係美國佬係絕對唔會將佢哋嘅 F-35咧嚟到賣俾印度嘅。咁現時能夠做得出5代機嘅國家，除咗美國之外，仲有就係我哋中國啦。但係我哋中國係絕對唔會賣5代機俾印度嘅。咁所以印度咧，如果想喺戰鬥機上面嚟到更新迭代嘅話，咁啊唯一嘅選擇咧就係考慮俄羅斯嘅蘇57。但係啊，蘇57佢本身啊，俄羅斯自己嘅產量都唔多㗎，所以今次咧有消息指導啊，普京去訪問印度咧，印度仔可能會同普京簽訂啊20架蘇57嘅訂單啊，冇聽錯啊，係20架。如果呢個數量對於一個大國嚟講咧，20架就唔算係一啲咩大型訂單嚟嘅。不過印度仔咧似乎就想密謀話，普京啊，不如你將蘇57嘅生產線咧擺喺我哋印度啦。中國最出名係咩啊？世界工廠。我哋印度咧最出名咧，亦都係世界工廠兼做次貨做冒牌貨添。但係啊，而家你俄羅斯係俾人制裁緊噶嘛？咁條生產線擺喺印度，又可以規避到咧俾其他人嘅制裁。不過俄羅斯亦都唔蠢噶，佢哋都會諗啊，喂，你印度仔做乜就爛乜，用乜嘢啊？架蘇57擺咗喺印度生產嘅時候，出到嚟啊變咗蘇67啊，所以俄羅斯咧未必會咁輕易應承印度仔話將個生產線咧就擺喺印度嗰度生產噶。不過點都好，俄羅斯而家咧都需要印度仔去買佢嘅能源同埋買佢哋嘅裝備，佢哋絕對唔會喺呢個時候咧將啲説話就講到咁死嘅。更何況啊，之前印度同俄羅斯所購買到嘅 S-400防空導彈咧，就仲有2套未交付噶。咁今次都話會傾埋落去，早啲交付噶啦。而且印度仔嘅胃口唔單止係想要嗰套 S-400啊，仲想問俄羅斯攞埋 S-500添。除此之外啊，要應對巴基斯坦而家嘅空軍實力嘅話，就算係買咗20架蘇57，都唔係話即時可以交付噶。咁印度仔就話啦，想將佢哋嗰啲蘇30都進行到升級，希望藉此咧就嚟增強佢哋嘅空軍實力噶。所以呢一刻嘅俄羅斯同埋印度咧，就係你有所需，我有所求，兩位啊一拍即合。但係咧，有印度嘅別有用心媒體喺訪問普京嘅時候咧，就問到普京究竟佢點樣喺中國同埋印度之間咧嚟到取得平衡啊？咁啊，普京嘅回答咧係恰到好處嘅，佢就話到咯，印度同中國都係我哋最親密嘅朋友嚟㗎，我哋俄羅斯對此咧非常之珍惜。而且我哋俄方認為自己咧係冇權干涉中國同印度之間兩個國家嘅事情㗎。而且我哋俄羅斯係認為自己咧冇權干涉中國同印度之間嘅關係㗎。嗱，呢句説話咧，佢背後有幾重嘅意思㗎。其一咧就係話到啊，佢哋俄羅斯係唔會干涉任何國家嘅雙邊事務。咁呢個態度咧係十分之值得學習㗎。尤其係某啲嘅東南亞國家，甚至乎係東亞國家。咁相信呢個時候，大家都會諗到啊，嗰啲狗口長不出象牙嘅國家，例如啊，覺得自己係首先睇到日出嘅國家，因為作為一個泱泱大國啊，係唔會輕易去干涉任何國家嘅雙邊事務，甚至乎唔會輕易去干涉某一個國家嘅內政啊。咁好啦，日本我哋鬧咗好多日啦，但係今日主要要鬧嘅咧，除咗日本之外咧，喺我哋亞洲仲有一個國家咧。又係狗口長不出象牙㗎。嗱，呢個國家嘅領導人咧，佢就學唔到普京嘅處事風範啊。喺我哋中國同日本嘅關係變差嘅時候，新加坡嘅總理黃循財竟然話到我哋中國，講到我哋遷怒於日本嘅時候係好小氣，覺得我哋應該忘記歷史嘅傷痛，唔應該再揾80年前嘅歷史走出嚟講嘅。但係黃循財佢忘記咗。佢嘅前輩，佢哋新加坡嘅開國元首李光耀先生曾經咧對住日本嘅領導人，對住日本政府嘅高層嘅時候，日本人喺李光耀先生面前講亞洲和平4隻字，李光耀先生咧係明確地指出，
日本如果唔正視二戰時候嘅歷史，係冇資格去講亞洲和平嘅。而黃循財除咗現時係新加坡嘅總理，新加坡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冇錯，但係黃循財佢本身呢，同李光耀先生一樣，佢都係華裔人士，即是話佢嘅祖先都係中華民族嚟㗎。只不過啊，佢祖先咧好多年前漂洋過海去到南洋嗰度落地生根。就算佢覺得佢而家自己同我哋中華民族係比較疏離或者係冇關係都好。二次大戰期間，新加坡當時咧仲未獨立嘅，屬於馬來西亞。但係喺二次大戰期間咧，日本人侵佔成個東南亞嘅時候，新加坡亦都係深受其害。無論黃循財嘅根，佢覺得喺新加坡也好，或者好似佢祖先咁樣係來自我哋中國海南嘅也好。佢今時今日作出咁樣嘅表態，都係配得上4個字㗎啦，背祖忘宗。如果要加埋李光耀先生對日本嘅態度嚟到講嘅話咧，更加可以將佢加多4個字，叫欺師滅祖。就算黃循財學唔到普京咁樣嘅風範，就算佢心入邊覺得佢哋新加坡好應該做一個國際上面嘅牆頭草，咁黃循財都應該學下莫迪啊。因為雖然印度仔係唔討好咋，但係印度仔咧左右逢源嘅能力咧，真係好值得佢哋學習㗎。而普京講嘅嗰句説話，佢哋俄方冇權干涉咧中國同埋印度之間嘅關係。咁其實咧變相呢句説話，大家都可以理解為其他國家亦都冇權干涉咧任何兩個國家之間嘅關係。咁所以咧，對於印度仔向俄羅斯去到買武器咧，其實我哋中國亦都冇任何嘅表態㗎。雖然話我哋中國曾經同印度仔咧就喺邊境打過一仗，以至係時至今日咧，我哋雙方喺邊境都偶有發生一啲細微嘅衝突，但係呢啲小型衝突咧都冇變成雙方軍人嘅大型衝突，甚至乎係上升到戰爭嘅層面。而雖然話到我哋中國係同印度嘅死對頭巴基斯坦 friend 啫，咁叫做巴鐵啫，但係始終國與國之間嘅關係都係講求利益，只要有永恆嘅利益，就會有永恆嘅朋友。就喺呢排我哋中國同日本關係變差，其實所謂嘅巴鐵咧，佢哋嘅態度係非常之曖昧㗎。以我哋同巴基斯坦嘅關係咧，巴基斯坦喺呢件事情上面嘅表態應該係堅持一個中國嘅原則，再加多一句堅持維護二戰勝利嘅成果。冇二戰你巴基斯坦都冇可能從英國手上嚟到獨立啦。但係巴基斯坦偏偏咧冇呢一種嘅表態喎。咁意思係咪即係咧佢唔想得罪日本，或者咧唔想得罪美國咧？所以國與國之間嘅關係咧冇永恆嘅朋友㗎。印度向俄羅斯購買石油，俾到俄羅斯有錢賺，俄羅斯咧亦都下放一啲咧武器俾印度，因為始終武器呢一樣嘢咧唔係話你有錢就會買得到一啲高端嘅武器㗎嘛。而我哋同巴基斯坦嘅關係咧，一日有印度喺度，一日巴基斯坦咧都離唔開我哋㗎。所以普京回答印度媒體嘅説話，話到俄羅斯冇權去到干涉中國同印度之間嘅關係，嚟到拆解咗嗰個印度記者問佢點樣喺中國同印度之間咧攞平衡。我諗普京心裏面嗰句説話肯定係想講你一傻嘅印度記者，中國同印度之間點攞個平衡？有巴基斯坦喺度，咪有平衡咯。咁今日我哋嘅影片咧就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頻道。拜拜。